继续要来看，有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去年12月份，伊驶船啊去金门要入港的时阵，因为船顶放物件的拄啊无法度开开，那像是有改装过用来藏物件的，所以海巡人员想要用电工机来检查。不过，这个查甫人毋但是唔配合，竟然阁甲海巡人员全咧载出海，过程当中双方嘛发生冲突。 先不要跳，这样会有危险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掉下去，我要出去，你们听不懂吗？你这个先讲，你妨碍公务了，我跟你讲哦。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手机先把它扣起来。海巡人员在执行安检时发现异状，王姓船长却强行将我们安检人员载出港，妨碍安检作业。那海巡人员秉持依法行政，坚定执法立场，对于挑衅公权力行为零容忍。 出动时安检还未结束，这个姓王的船长雄雄硬甲这个安检人员载出港，一直到顺风区的人员赶紧派船啊去甲抓落来，甲规只船啊压转来。目前专案是以妨害公务罪移送金门地检署来侦办。经过法院的审理，甲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判有期徒刑3个月，会当易科罚金。